1972年7月7号，圣灵如一阵强风吹到塔雅尔教会。Ita kuara Sisema Lakina Yabaut Kayen。进入2022年，是圣灵吹起进入塔雅尔教会的50喜年。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参与圣灵造访泰雅族教会的这场喜年，让我们更多的亲近，并且更多的来省思过去圣灵吹起进到泰雅族教会，以至于神的工作从悔改带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回转向神。伊达瓜拉姆的水，罗嘎塔姆沙德古拉亚巴乌的改宴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参与这一次泰雅24小时祷告接力的运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圣灵再一次不单单过去的造访，我相信圣灵每一天都在做新事，阿们。圣灵每一天都在做新事，不单单泰雅族教会今天所发起的有全球性的祷告，也有全台湾所有众教会的祷告，也有泰雅族教会24小时接力的祷告的行列。我愿我们都能够参与在这一场圣灵复兴造访的一个喜年，我们同声祷告，为今天的祷告来预备。亚巴men utu kayen， 快速巴来阿巴，把昆men阿巴的kayen， 马基1972年7月7号，圣灵如一阵强风吹到泰雅教会。特别是田埔长老教会这4位蒙神拣选的使女，圣灵吹起那一个祷告、悔改，并且带出那个恩膏跟医治，以至于教会一间一间被建立起来。阿爸，我的该愿在这个2022年圣灵的复兴运动的喜年，阿爸，愿神你苏醒每一个属神儿女的教会，特别是基督徒的，特别在被神拣选的达彦阿尼亚巴、头耶萨米穆萨、拉瓦拉鲁刷巴。主啊，在今天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掌权，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，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掌权好不好？愿神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你。在约翰福音的4章23节，圣经这样记载：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。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呀嘎鲁巴宝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圣灵再一次来造访神的教会。今天是一场圣灵吹起的响宴，愿神呼召他的儿女，他的教会起来回应。在这一场关键的时刻，神的教会要被圣灵苏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亚巴梅乌杜嘎亚，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祷告。我们纪念在1977年圣灵造访，主啊，天父教会，圣灵再一次来苏醒他呀教会的每一间教会，好吗？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再一次献上感谢，愿神带领我们，好吧？我的感谢，我们在这里呼求你，圣灵再一次来降临，圣灵再一次来造访，主啊，圣灵复兴再一次被激起。哦，主，我们谢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求你降下，圣灵降下，再一次来造访，主，我们谢谢赞美你。我们相信圣灵不多都在做新事，阿们。不论你在哪里，你的生命光景如何，我们再一次的回转向神，那个儿女良善纯正的心，让我们一起更多的被神来使用。我们一起再做个祷告，透过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阿们。透过我们的祷告，让圣灵再一次来造访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耶稣。亚巴乌的感恩，萨米拉瓦拉鲁萨巴，萨米拉瓦拉鲁萨巴，头耶萨米穆萨卡巴耶稣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更多的在神面前来呼求。主啊，因为当我们愿意，当我们祷告，当我们寻求，神你就将那一切，主啊，来自于圣灵的一个恩膏降临在你的教会，你的教会要被圣灵来苏醒。透过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愿神的圣灵降下在他的教会，降下在他的教会，让我们以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进入更深的祷告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在神那里，神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，神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。因为我们相信主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再来赞美。他预备我们待会的祷告。
敬拜，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求主的圣灵降下在他的教会，我们更多的来彼此的同心合一，在这场太阳24小时接力祷告，愿神的教会被圣灵苏醒，愿神的教会被圣灵苏醒。路加福音第8章17节，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之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我们来赞美。回顾10年来，有的教会成长，有的教会不成长，原因在于个人牧者长子同工，没有活出真实悔改的生命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恳求神再次恢复那个圣灵各样的属灵恩赐，再次降临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。我们向神来祷告，呼求求主怜悯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向神你认罪悔改，我们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为自己更多人更
背神心意来祷告。我们祷告，求神使台湾所有百姓的心眼被开启，使百姓人心回转来归向神。我们一起同声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。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主耶稣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国家敬拜偶像的罪，承认我们将荣耀归给假神，不归给独一的真神的罪。求主你赦免我们这样所有一切神不喜悦的罪。我要奉你的名来祷告，我们所犯的罪都要蒙主来赦免，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都要蒙主的宝血来洁净。现在主啊，你要赐给我们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好叫我们用手洁心情向神来高举呼求，在你的面前举起祷告的手、圣洁的手向神呼求。这样祷告不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所书第4章第3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脱离那一切魔鬼的捆绑，因为神赐下那个饶恕，就赐下自由。我们同声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应神你的饶恕，让我们能够从恶者的捆绑的当中得以自由。所以，主耶稣，我们要进到神你自由的里面。主耶稣，让神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
合一的祷告，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，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，和平彼此联络，让我们能重新来眺望，我们能够从神的和平的当中彼此联络，竭力努力的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一的心，好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合一，我们同声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，神你赐下的合一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合一。所以，主耶稣，求神的亲自来帮助我们，让众教会竭力的保守，好把圣灵所赐的合一合为一，就让我们能够合一就带出复兴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，愿神你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。教会合一来祷告，合一就带出复兴。我们要从神的一个赐给我们圣灵所赐的合一，真实的活在当中啊！你让合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合一就带出复兴。所以，我们真的为着众教会合一来祷告，真实的合一同声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求神你真实的合一领导教会，因为合一就带出复兴。因为当我们能够合一的时候，就是阿爸，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意念，那是神的意念要离开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合一。好，这是合一人合一，这样才能够真实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啊！我们就带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神的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。是的，是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在这里，我们真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，你来砍断一切恶者的谎言，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得着自由。我们同声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是的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要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爸在你的教会的当中，阿爸都该言，阿爸砍断那一切，阿爸都该言，那个恶者的谎言在我们的当中，好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一切恶者的捆绑，真实的得着那个释放，真实的进入在这里的自由的里面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主，因为40年前，神你的怜悯赐下阿爸都该让神你的医治，是让我们能够阿爸都该灵归向你，和你阿爸都该让神就带出阿爸那个祝福在这个地上，
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让我们真实的进到阿爸那个饶恕跟自由啊！你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将一切的感谢归给你。这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持续的来呼求圣灵，我们说圣灵啊，再一次浇灌下来，圣灵啊，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圣灵再一次浇灌在众教会，在我们的国家当中。我们继续的敬拜，我们邀请圣灵、至圣的灵、真理的灵再次浇灌下来。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常得救恩之乐，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。11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求主再次赐下他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求主赐下他的圣灵在教会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圣灵在我们的社会国家中。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再次来浇灌我们，至圣的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在这个世代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你的圣灵来提醒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需要你来带领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再一次做你的医治更新的工作。圣灵再一次来造访我们的教会，圣灵再一次来与我们同行。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当中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个人需要你，我们的教会需要你，我们的国家需要你，这世界需要你。圣灵的灵再次来光照我们，圣灵的灵再次来造访我们，我们求着圣灵再次来浇灌。哈利路亚，是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呀啦啦是啦。我们再次赞美，本下一古谁的主，本下一古谁的主，呀吧乌
来祷告，我们愿圣灵再次降临，我们就如同那初代教会一样，我们领受圣灵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神的灵再次浇灌凡有血气的。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求主赐下他的圣灵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圣灵，主，我们需要你，主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主耶稣再次来浇灌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实的需要你，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圣灵，我们要说，我们需要你，需要那个自由，需要主那个喜乐的灵在我们的当中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我们需要看见带下医治。圣灵的风再次来吹起，吹到每个山间里面，吹到太阳的教会，吹到众教会，吹到台湾每一个角落，吹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愿你来，愿你来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圣灵，我们继续的欢迎你，再一次做那奇妙的工作，帮助我们跟着圣灵。主圣灵，我们说，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愿你的爱再次来浇灌我们。谢谢圣灵，再次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圣灵，谢谢你，主，你在40几年前你造访大雅的教会。圣灵，谢谢你找到我们。圣灵，谢谢你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，到至今，主，你仍然在与我们说话。求圣灵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不论是大雅的教会，台湾的众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属于你儿女的主，我们真需要你圣灵来光照，我们真需要你圣灵来带领，真理的灵再次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有份于在这时代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，圣灵继续做那奇妙的事，不止在今日，更是主我们与你面对面那日。圣灵继续做工，如风似气的圣灵再次在我们的当中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浇灌在每一个打雁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等候你，台湾等候你，打雁所有的教会等候你。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。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在这时刻，是等候神你复兴作为，圣灵的工作要大大临到打雁教会的关键时刻，而我们就是那一个关键的人物。我们说，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在这里来赞美。谢谢你，耶稣。
要背起十字架。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背信心奔走主道路，主的荣光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说，我们是在这关键的一个时代当中关键的人物。主啊，我们更多的祷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可以侍奉的能力，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非常渺小的，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在这个险恶的世代当中，求你赐给我们可以侍奉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说，求你更多侍奉的能力，更多属灵的恩膏、属灵的恩赐充满在你的教会。这时候我们就一起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要得着那侍奉的一个能力。主啊，求你兴起大雁的教会，主啊，求你再次将那圣灵的火点燃在你的教会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等候你，台湾等候你，大雁的教会等候你，圣灵的膏油充满浇灌在你的教会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来到面前来呼求，主啊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主啊，你要给我们侍奉的能力。主啊，当我们软弱，当我们跌倒，主啊，甚至是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得着这侍奉的一个能力。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更多的祷告，主啊，更多的祷告，站立在台湾的一个制高点当中，华灵教会在这制高点当中，我们更多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更多的呼求。哦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耶稣。我们说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
虽然我们处在患难不容易的世代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开口迫切的祷告。你的话语说，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与公义扶持自己。是的，大雁的教会要成为台湾的守望者，大雁的教会要成为代求者，为这个世代向神祈求公平，向神呼求你自己的膀臂，为台湾施行拯救，用公义的全能扶持台湾。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为大雁所有的教会，我们说大雁的教会要在这台湾这一块土地当中来站立。我们说我们是台湾的长子，因此这复兴的火要先从台湾的长子开始点燃。这时候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哦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说复兴要在台湾，而复兴要在台湾，我们说这复兴的火要从大雁的教会开始点燃，这复兴的火要开始点燃，要从台湾的长子开始点燃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将这复兴的火临到所有台湾的教会，让每一个大雁的教会，每一个台湾原住民的教会都站在我们的主啊高山上平地。主啊，不断的迫切的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复兴的火要从大雁的教会开始燃烧。哦，我们要成为代求者。主啊，我们要成为在这世代的守望者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更多的一个祷告。我心所渴慕的主，你是全地的救主。我心所渴慕的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主啊，你正在寻求一批合格的祭司，是可以站在这世代的一个破口来守望，来代祷。以赛亚书6章8节说：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于是我听到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替我们传话呢？我回答说，我去，请差遣我。我们更多的声音听到说，台湾听到主说，神可以差遣谁？谁肯替神来传话？台湾的教会，大雁的教会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教会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。我们要说，大雁的教会在这里，我们愿为你去，求你差遣我们。在这关键的时刻，我们愿成为这关键的器皿，我们愿为你去。求主圣灵的大能再一次搅动泰雅族的教会。过去圣灵的工作不会只有一次，也不会只有在一个年代当中。我们宣告神圣灵的大能要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不断的做新的工作。我们不满足于过去神圣灵工作，因为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更多，我们要更多的悔改，更多的付上祷告的代价。这复兴的果子要不断的传递到每一个神你所喜悦的教会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大雁的教会在这里，主啊，求你差遣我们。主啊，虽然前面是充满荆棘危险的路，主啊，虽然幕后的一个患难会比之前的更大，主啊，但是我们说，我们愿为主来征战，我们说，我们愿意为你去。这时候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愿为你去。我们一起同声。哦，
哦，慈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愿为你去哦，耶稣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愿为你去。主啊，求你差遣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圣灵的火再次来焚烧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再次来搅动大园的教会，求你再次来搅动巴黎教会，使我们说更有勇气的说，主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惧怕危险。主啊，求你差遣我们到你需要的地方去，再一次将福音传遍地极。主啊，求你使用大园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的儿女在这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怕危险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怕困难，让我们不怕所有一切的患难，只愿为了要能够来更多的建造神你的国度。我们说我们在神你的爱当中，我们都在建造同一个教会。求主你让大园的教会合一，约翰合一，让我们共同在这世代当中，主啊，为主你来征战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将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你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赞美，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尊崇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。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是风的道路，在的门，在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。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来差遣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将神的福音传到地极。因为你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，一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。直到主耶稣，我们从头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是风的道路，在的门，在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大雁要背起十字架。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他必欢喜迎接我。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我们相信在下一个接棒的教会，相信更多祷告的火要充满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说：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